无法度呢，能够达到圆满哦。那么呢，第一先将伊佛心难呐，当然啦，在进道呢，应用在这个体体，互咱先去互修，即摆要得到道，敢有简单？敢有啦吼，你修道，敢有足困难？敢有？咱讲以前应该是没有啦。若合法的，感觉足困难。安怎讲呢？想要甲修好，但是就是遐修，毋是为了用心有，但是咧用心度，阮还佫无够，一直无法度甲修好势。所以讲咧，伫即个所在咧，虽然咱得到道了后，但是安尼进进退退，有当时啊好，有当时啊歹。有当时啊就感觉袂歹，有当时啊就想要退倒。有当时啊咧就足伤心，有当时啊就足无爱参与。所以讲咧，随着即个所在，才来讲，第一先将伊佛心啦。因为安怎讲，咱搁引导无止。咱搁有足济的意识心，咱搁有足济的五境，已经无法度放下。所以讲起咧，足容易会去入手。所以修道咧，就安尼进进退退啦。安尼进进退退，到底是得到偌济？安尼甲遮济层次算起来咧，有可能咧，咱讲无讲反倒，无进步，有可能就退步啦。安尼咧就困。所以讲咧，而且爱好法了着，咱佛祖伊传传互伊，伊得到即个一生了后，亲像咱得到即个宝贵同款。今仔日咱兜下贵重的物件，恁敢有甲收甲足好势？敢有？有啦，特别对啊。袂使讲为虾米大家咱收甲遮好势？因为这太重要啊！无甲保守好势，若去互插透去、抢去，哇！安尼就袂使我咧拍拼努力啊！咱今仔日得到回天之路，敢爱亲像咱咧受这保重共款，敢爱？毋是爱命，佮爱佮加强了解即个心，但是因为要互咱回天之路啊！因为这今仔的金银财宝目睭若过去，毋是咱个歹过去咧。看看嘛，就是讲得到一修行学道，会当互咱超生了事。咱能讲以后超生了事，要互咱的囝儿是谁咧？咱敢会不问囝儿是谁？敢会？咱讲在一人较好五百，虽然是家己的子孙毋符合，有那是家己的当做，敢有较好？有啦所以讲咧，咱来念珠在做，念珠在做，那么咧，佛法咧来讲给咱这个因地一个许先生咧，这个许先生咧，伊有一天咧，感受着这个道理了后，伊就想讲，安尼伊要来请讨，伊要请讨了后，伊嘛知影讲，咱人要来求道，敢有简单？无简单啊！有影咧。话安尼名写着，头壳疼，人赞袂了，转去好啦。因为安尼讲你那么咧请讨，佫较困难。所以讲咧，伊就知影，这要较谨慎一个袂使，要较注意一个袂使。因为我正讲咧请讨，到时会无请讨，敢袂知？敢袂知？无一定咧到中国有在咧出啥物状况，不知道。所以讲咧，伊就发生一个月过是1000块。安怎讲咧？伊要回向互母亲的大家，那么咧，互伊会当因顺序来请讨啦。安尼敢好？好啦，安尼就谨慎了有够啊。所以讲咧，咱今日个念珠在做，只要是讲咱的心力道场，未来就是咱成就。所以心用的对，你就成就在哪里？心用的对的所在。那么呢，你就是未来拢是对，所以讲咧，你的工夫用到对，你就成就到对，怎么栽就怎么长。所以讲咧，你伫心脱离道场，八方佛道，未来成就稳稳。那么呢，咱来介绍恐怖啦，咱无想讲有偌好啊，无偌好，就反正今仔无做，到有明仔载嘛，咱敢保证有明仔载通做，敢有？无一定啦，真正无。所以讲咧，咱一
定爱改心曲谱，行即个物件叫死倒去，所以咱来人生一个当下内底，那么佛心就是咱爱忍受忍气，咱来守会了。毋通讲得到了后，欲存欲过，欢喜就好，无欢喜呢，对无？那么呢，就该出来啊，就无爱来道歉嘛。咱来甲修，咱真啊有前天呢修道拄啊好，一冬出来两摆，第一摆新春愿，第二摆就是永乐愿。有当时出来佫一波，佫共减一波，因为迄波，因为伊下早趁钱，下晡下来，安尼敢会使？袂使啦，所以讲咧，你得到了后，你若有法把守了着，互咱成功了愿的机会。咱今仔道场，互咱一条平坦的道路修炼，是咱过去前辈者，那么会使讲牺牲性命、牺牲精神、牺牲时间所铺出来一条路呢。咱个人你想敢是安尼？是。敢是？是。真正呢，那么呢，枪毙、杀头、教导还乡，再铺出来一条因路，咱若会当好好珍惜着这条平坦的路，有啊好，无要紧，反正今仔无来，后明仔载嘛，明仔载无来，佫有回天嘛，但讲民主富民主，民主何其多，但是咱甲会遐尔好势，来讲，所以讲咧要忍气爱做，重点就是咱实践，互咱得到了后，咱一定要实践，安尼咧，咱会当互咱达到了知易知先，这第9章自发智慧念，自发，天下国家可经验，天下国家可经验，足乐可习呀，足乐可习呀，必因可得呀，必因可得呀，庸庸不可言呀，庸庸不可言呀。这是第9章那么这章呢，也是咱孔夫子，那么讲到第一欲自然，以实义，欲用事义以实然，非要以精引色，以无一合，引欲自私者，不能言也。所以讲呢，这个所在，咱大家社会那么来这个互相呢来研究的。那么对于了解这个利用自然实验是有能力可行。只要你有方法，只要你有这个知识，你就有可能。因为国家可经，足乐可习，必定可得。伫这个当中内底，伊也无法度通行到了着中庸之道。当然，伊若法度行到中庸之道，这是上界办法。但是咱甲想过，一个国家遮尔大，要甲项做甲条条有理，要国泰民安，那么呢，要互百姓当过着安和乐去，咱咧想敢有遐好做？敢有？无啦足困难。因为安怎讲呢？国家人济，事济嘛。所以讲呢，要做甲会当讲足圆满、足困难。但是，毋过呢，一个国家伊嘛会当正常的运转，也就是你有了解这个知识，你有了解这个方法，就有法度来达成。那么呢，足乐可习，就是讲咱今日呢，可能呢，会当伫这个咱讲铁饭碗，伫这个国家呢，咧食头路，咱讲这铁饭碗啦，这个碗呢，咱讲讲理化，会使讲你考着公家考来歹，好啦，感觉讲足珍贵，毋过呢，敢有人公务人员是嘞，敢有啦所以讲呢，单时演习，单时演习，这嘛有可能，我讲，虽然是好，毋过呢，咱嘛会当无害，是以为家己。那么呢，别人好的，就是
举一支倒去台南，敢有可能？无啦，啊，毋敢有人举倒去台南的，有啦吼。水果的，伫这个所在，南澳林道，嘛是有人做出来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伫这3件来讲起。